秀林乡公所2018年太鲁阁主春之颂农特产品推广活动开始喽！有当季最新鲜的贵竹笋、峡谷剑笋，以及各式各样的农特产品促销展售哦。动物的动作，所以我们的抬脚非常的高。首场定于4月28号星期六上午9点，在木古木语游客中心办理的木兰贵竹笋节，有太鲁阁传统业务表演、剥贵竹笋体验、辣椒体验、摸彩活动及农特产品手工艺展售。还有单笔消费满200元即可折现50元的农产品促销优惠，以及民厨料理红礼餐包、凉拌贵竹笋及三蔬浓汤，让现场民众一饱口福。而在重庆市场，4月29号到5月6号。促销季节限定的秀林峡谷剑笋、贵竹笋以及各式各样的秀林优质农产品。送一包，加油，朋友们，站起来！好，来 ，OK， 好，来这边送一包，好，这里哈，还有他哈，来包。第3场次定于5月12号上午9点，在富士村太鲁阁文创园区华丽登场的峡谷剑笋及各项农特产品促销展售。现场民众有机会抽中大奖，同时观赏传统歌舞表演、木琴演奏，品尝霸香剑笋、地瓜马德里蛋糕及姜黄鹿巧鸡肉堡，保证让你一口接一口。想办法啊，想办法就想办法就对了。你们在动，你看这个超标准的你有来过哦，太厉害了。第4场次定于5月19号下午1点，在花莲市文化创意产业园区办理的德鲁古原乡市集，除了业务表演、乐团演奏，还有农特产品促销活动，只要满200元即有折价50元的优惠。手工艺品展售及摸彩活动，来现场体验秀林乡太鲁阁族的吃喝玩乐吧。4月份到5月份是春暖花开、作物丰收之际，秀林乡公所竭诚的欢迎民众前来共享秀林原汁原味的农特产品，并欣赏好看好听的传统歌舞及木琴表演，亲身体验太鲁阁族之美。